谢谢大家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刚才开始的时候眼睛闭着，你在做什么呢？是小天使的动作。那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你在想什么？在想有很多小孩子坐在草地上，本来有几个小孩子，后面变成很多小孩子，后面全国的小孩子都在听我唱。哦。